首先好得意嘅，其實我本身係回族人嘅，咁所以其實一路都有個心想為少數民族去做啲嘢。咁喺香港我哋叫做少數族裔啦。咁自從國安法推出之後咧，其實我哋希望更加多非華語嘅學生可以認識多啲。咁所以我哋喺3年前咧，我哋開始搞呢個比賽。咁我哋去到全香港所有非華語學生學校做推廣啦。咁當中比賽裏邊，我哋會包括講一國兩制啊、港區國安法啊、基本法啊等等嘅議題。咁希望學生參與。咁都慶幸過去3年都有接近超過1000個學生，每年超過1000個學生去參與呢個活動。咁我哋希望可以保持努力，繼續去做呢件事。咁即係嗰個內容嘅設計方面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？其實咧內容設計咧，我哋主要都之前都多謝翻法律界嘅朋友嘅支持啦。譬如今次我哋嘅主禮嘉賓都係香港律師會嘅副會長，咁所有題目咧係經過佢哋去 review， 即係去睇啦。咁其實我哋確保啲問題答案係啱嘅，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，因為冇理由灌輸一啲錯誤嘅答案，所以我哋都揾咗專業人士幫我哋做。咁點解覺得即係讓佢哋了解個民族？其實可能好多人都知道，即係香港其實少數族裔嘅人口咧係佔咗唔少嘅，接近1/10嘅。咁其實香港嘅穩定法律對於青少年嘅成長，佢哋對於我哋嘅法律嘅認知，其實係非常重要。尤其是講法出嚟啦，俾佢哋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成長嘅地方。